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17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到第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上帝的能力。咱的目睭看到什么货，也是讲咱相信什么货，对咱现代人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今年台湾有几个真重要的选举，包括总统大选，包括罢免，包括高雄市长的补选。咱看见大部分台湾人有因家己的选择，也是讲因所看见、所期待的即个台湾的主体性，反映伫即个选票顶悬。最近嘛是因为台湾的前总统呢，发表迄种也是讲几个政治人物配合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即种吓惊吼迄种的逼近的即个演习等等遮的，真侪人伫咧问讲台湾有安全吗？因为咱看袂到啦吼，着爱对透过一寡媒体，透过一寡人咧讲，这会当几个层面来了解啦吼。台湾安全无安全，当然对国防的溃力来看。另外一方面嘛，爱看国际局势啦吼，因为即马毋是讲你一个国家单独一个国家，亲像印度，伊是一个无革命的国家，但是伊嘛是爱甲人有合作的关系。嘛会当对其他的层面来看，比如讲股票的走势啦吼，也是讲遮个做生意人因的走向啦吼，也是讲即个台湾最近的股市，会通讲是吼，一直咧爬起，一直咱讲用讲长虹吼，迄个意思是讲安尼真好啦吼。做生意人对中国刷倒转来台湾投资的金额嘛，一直咧创新高，甚至国际的遮的大公司去台湾的投资嘛拢创新高吼。对遮一寡走向来看，咱会通感觉到其实台湾是安全啦吼。是安怎讲呢？因为若准一个无安全的地方，也是国家第一个先反应的一定是股市。过来若无安全吼，生意人一定第一个走。这会当对安尼来反应啦吼。所以咱会通看到是啥物货？有诶一寡物件咱看袂到诶，咱要安怎去相信？这甲信仰就有关系啦。亲像咱看袂到上帝，到底咱要爱相信无？咱即两工拢咧讲信心啦，讲心内袂当犹豫啦。咱昨有讲到彼得行水面的代志，彼得的问题是伊看到风影一直来，耶稣无爱来。这是大错误啦吼，所以因为安尼，伊跋入去伫海内底。当因门徒做伙坐船，拄着大风影的时阵，因所看到的是迄种真大的摇动的船只本身，却无看到耶稣伫因的身躯边。咱已经有分享到即两个部分。因所无看到的是迄个平静风影的耶稣基督的溃力，因可能嘛毋捌迄个行伫水面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因看到伊着惊，掠做伊是鬼。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心内惊吓，因为因无看到日时的云条、暗时的火条，后壁所代表的是上帝的能力、溃力。换一句，用一句即个反对旧约的人，也是讲足爱评论圣经的人，因所讲的迄大自然的溃力啦吼。但是问题是，咱爱问一句，也是讲牧师想要甲咱问，就是讲，什么人咧掌管大自然？平静风影的耶稣基督，行伫水面的耶稣基督。遐个将拥纳
迄伫迄个海呢，丰盈的海呢，海着平静啊，遮的人，敢是因为用那等伫水底，还是讲遮的人甲用那弹落去？毋是，是上帝的气力啦吼。伊是迄个掌管海甲陆地、掌管风的上帝。即位也是伫出埃及过红海时，找遣东风来甲即个红海吹甲变干地。不但安尼，伊嘛是用云条，咱拄则讲，伊也阁用火条来带领、来看顾、来引带、保守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毋是凭着摩西伊家己的气力，是迄个互伊的管仔变做蛇，佮对蛇变倒转来管仔，互伊的手撑伫叶下，剩起来就有太高病，然后又阁甲医治好势的上帝。以色列人拄着啉着苦水，也是无水的时阵，互因有水啉的，毋是摩西迄支管仔，是赏赐伊气力的迄个上帝的能力。保罗伫哥林多后书互即个哥林多教会批信落尾后，伊安尼有讲着，因为恁爱得到基督点伫我来讲话的凭据，伊恁毋是软弱，就是有宽容伫恁中间。伊对软弱来受顶十字架，总是对上帝的宽容来活。亲像安尼，阮踮伫伊也软弱，总是上帝恁所显明的宽容要甲伊相甲活。伫即个所在，保罗嘛咧讲着伊的气力，毋是伊家己的气力，是上帝互伊的，藉着耶稣基督互伊的气力。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是上帝的气力来的。互一切相信伊的救恩的人，因为上帝的气力来甲主同过活。基督徒知咱所有拄着的环境，无论是好歹，拢伫上帝的掌管内底。咱所面对的种种困境，所要倚靠的也是上帝的气力。迄个互大地淹大水，搁互大水退去的。伫遮的野火的救灾人员，因上清楚、上有效的灭火方式，就是上帝来一场大雨。面对真严格的即个疫情，咱除了等待疫苗的生产、戴喙安，也是讲做较好的即个保护以外，咱搁较重要的需要仰望上帝的气力来保守，来灭绝即个疫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17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77篇、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1到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能力。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我们到底相信什么？这对现代人而言，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今年在台湾的几个重要的选举，包括了总统大选、高雄市的这个罢韩投票，以及这个高雄市长的补选等等，我们看到了大部分的台湾人所选择，或者说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他们用这个选票来表达了、反映出来了他们的台湾主体性。那最近因为前总统跟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配合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台湾进行所谓的文攻武吓，也用实际的逼近演习来威吓台湾的安全。那最近的新闻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哈。那有些朋友开始在问了，到底台湾安全吗？这个分为几个层面来了解。
台湾安不安全？当然第一个要看国防能力啊，那也要看国际局势啊。就是像说，即便是印度这种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它到现在还是要跟这个其他的国家，像美国啊、日本啊、澳洲啊来结盟。台湾很多台湾人看不清楚整个的局势，安不安全呢？其实直接可以看几个数据或是证据啊，最明显的就是在经济方面，那我们就看股票的走势，看商人的动向。近来台湾的股票，虽然大家都在问说台湾安不安全，可是台湾的股票却一片长红。根据政府的统计啊，从中国回台投资的商人企业，那个金额一直在创新高，甚至国际的大企业到台湾投资的金额也都在创新高当中。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因为一旦是台湾不安全的话，像这个1996年啊，或是这个台美断交那个时候，我们看就很多的移民潮，那就很多商人就跑第一啦，所以当台湾真的不安全的时候，第一个会反映在股票，第二个你会看到很多商人就赶快移民了，赶快走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事情跟信仰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哈。我们看不看得见上帝，那个跟我们的信心，这几天我们都在谈信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回到彼得的事情上面，彼得走水面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风浪，而不是牵着他的手的耶稣基督。对他来说，风浪一直来，但耶稣不会来。这个有人说的话啊，这是大大的错误啊！因为因此他跌入了海里，然后另外在海上遇到这个大风浪的门徒们，他们也是看到天摇地动的船身，却看不到在身旁的耶稣基督。我们昨天也分享过这两件事情哈，他们没有看到的是那个能够平静风浪的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不认识那个能够走在风浪的水面上的耶稣，甚至他们吓到了，还以为是鬼。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心里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背后的上帝的能力。套一句反对旧约跟爱评论圣经的人他们所说的话，哎呦，那是大自然的能力啦。但是牧师想请大家来想，牧师要问的问题是谁掌管的大自然？那平静风浪的耶稣基督，那走在水面上的耶稣基督，那些将约拿丢到船底下，然后就让风浪平静的，不是约拿，也不是那些人，是那个掌管陆地与大海的上帝。但是上帝的能力让这些风平静了。我们看到上帝也用东风来使红海的这个水分开，成为干地。不但如此，上帝还用刚刚讲的白天用云柱，晚上用这个火柱来带领、来看顾、来保守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凭借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那一位使他的手杖变成蛇又变回来手杖的，是那一位使他的手放在腋下就变成大麻风，后来又医治他的上帝。这是上帝的能力。那上帝的能力就跟着他们，可是他们看不到。比如说他们遇到的水喝起来是苦的，或是
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开始埋怨。那当他们有水喝的时候，现在问题来了，是摩西还是摩西的手杖让水变出来了，还是变甜了？其实是背后的上帝的能力。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他最后面这样提到：你们会有你们所要的凭据，可证明基督在我说话，借着我说话。基督对付你们的时候，并不是软弱的，相反的，他在你们当中显出能力。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仍然活着。我们跟他连结，也成为他的成为软弱，但是为你们的益处，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大能而与他一同活着。而保罗在这边也表达出他的能力是出于耶稣基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给他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从上帝的能力而来，让一切接受救恩的人因为上帝的能力而能够与主同活。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环境都有上帝的掌权，无论好或坏，让一切接受救恩的人能够因为上帝的能力而跟基督同活。上帝的能力呢，其实他都在掌权所有的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他也使大水淹起来，也使大水退掉。他在掌管所谓的大自然。我相信在救野火的这些救灾人员最明白，在这个时期如果来了一场大雨的话，那是最能够浇熄野火的。面对最严峻的疫情的我们，除了等待疫苗的生产、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之外呢，我们真的要仰望上帝的能力来保守，来灭绝这个疫情。